我相信大部分女仔曾經都出現過絲襪不適嘅問題。你係咪同我都一樣，平時中意運動、做 gym、跑步，每次一流完汗加上着貼身褲絲襪部位都會比較痕癢啦、悶熱啦，有時仲會飄出一啲難聞異味。特別係而家啲天氣又濕又熱，真係非常之難受。特別係我哋呢啲中意戶外運動嘅女仔啦，我記得有一次露營嘅時候去揾一個流動廁所啦，衞生情況係非常之差。我去 Vivi 嘅時候啲水彈翻上嚟，唔係講笑，我妹妹係即刻開始痕啊！加上我嘅工作長時間喺戶外啦，去廁所係非常之唔方便，所以逼住自己飲好少水啊！咁結果搞到自己成日都好容易有尿道炎。以前唔識會成日用一啲護理液去清洗，原來用得多會影響絲襪嘅 pH 值，更容易滋生細菌。睇醫生食西藥一嚟價錢非常之貴，二嚟會有副作用，因為抗生素要一個療程咁樣食，如果停用嘅話會令到念珠菌有個抗藥性，到時失藥仲驚。最近我就試咗 Collagy FemePro 嘅產品，佢係香港名牌 Collagy 科麗健旗下嘅絲襪保健品。呢隻長效正本膠囊3合1嘅功能，可以保護絲襪、泌尿同埋肛部健康。佢擁有5項專利認證，只需要1日就可以抑制大腸桿菌、白色念珠菌等絲襪處嘅細菌生長。連續服用24週之後感染率可以減少89%。FemePro 係咪有多種專利成分，例如洛神花、4種絲襪益生菌同埋菠蘿酵素。專利蔓越莓成分經實驗認證，抑制白色念珠菌效果超過其他品牌。產品更採用3重封裝技術，保護有效成分唔會被胃酸破壞，有效直達絲襪處。產品亦係無添加、冇藥性、冇副作用，大家可以安心服用。前排開始痕嘅時候我食咗幾日，明顯分泌物少咗啦，底冇再黐粒粒，非常之清爽啊！食咗一段時間之後妹妹冇再唔舒服啊，要 keep 住食啊！如果你經常有尿道炎復發即刻食4粒，即時冇事。另外同系列仲有隻益菌嘅舒緩噴霧，出咗好多年噶啦，唔少朋友都用過，佢哋話性價比非常之高。我自己都覺得比起凝膠真係方便好多。呢支噴霧360度嘅噴嘴設計，倒噴都冇死角。檢測報告證實可以抑菌99.9%嘅絲襪細菌，即時舒緩痕癢同埋刺痛，真正做到快、狠、準。白茶花嘅正味因子可以去除不良氣味，仲添加咗美白、保濕同埋緊緻成分，改善絲襪部位嘅暗沉、黑色素同埋乾燥敏感嘅問題。我自己出親街都會帶住佢，清新嘅白茶花花味，仲有少少涼涼地嘅感覺。通常我就會喺月經期間、運動之後、去完廁所同埋沖涼之後即刻噴佢，有助殺菌。細細支放喺手袋，隨時隨地都用得，真係勁方便。絲襪妥膠囊加噴霧內服外用，治標治本，雙管齊下效果仲加好。如果你都遇到類似嘅問題我建議你到萬寧試試FemePro嘅產品啊！產品會喺萬寧門市同埋網站有售。